頭先見到個問題就係咧，我哋發現咗咧喺大旗兩路出咧唔做呢樣嘢咧，其實就上唔到連接路嘅。嗰時話過往咧，街坊反映咧18鄉路咧上迴旋處咧有擠塞嘅情況，尤其是喺繁忙時間咧，甚至咧係會去到塞到去呢個鳳岐路交界嘅。喺1月18號嘅時候咧，喺18鄉旋處咧就開咗一條新嘅支路，咁就希望咧可以改善到咧頭先啟立講嘅一啲擠塞情況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就嚟到呢度，一陣間就上去對面就開車咧試一試，究竟條新路咧嘅情況係點樣，會唔會咧可以改善到過往嘅擠塞情況嘅？啟立啊！而家我哋就去試下條新路啦。冇錯啦，咁啊，其實呢度18鄉路咧，原來好多嘅私人屋苑啦，好多街坊都要喺度，甚至巴士等咧都係要經呢個本身18鄉迴旋處咧係出去唔同區嘅。咁啊，而家嚟講咧，就大家咧可以直接咧係可以行呢條新路咧，經過一個新嘅連接路去翻博愛迴旋處方向。咁你無論係上翻嗰條連接橋去到3號幹線啦，定係咧可以咧係直接去到錦田方向都係快啲咯。咁見到我前面呢4-5架車全部都係用緊新嘅連接路啊，咁啊非常之暢通，直接就可以左轉咧。其實現場見到都係比較順暢嘅，咁而家都係8點20分，都算係一個繁忙時間。頭先見到個問題就係咧，我哋發現咗咧喺大旗兩路出咧唔做呢樣嘢咧，其實就上唔到連接路嘅。嗱，而家我哋轉彎啦，你睇到咧，其實一出連接路呢個位置咧，地下係雙白線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喺右邊線咧，如果你想上連接路，其實咧你呢度係 cut 唔到嘅。咁所以如果你大旗兩路出咧，你必須要咧喺左邊線轉咗彎出嚟咧，先可以上到嚟呢條連接路。我哋都可以提醒下運輸署整些多啲嘅道路指示牌，等呢啲新嘅一啲改變咧，街坊更加容易適應，亦都方便翻佢哋。好，啟立，我哋頭先就啱啱就試完條新路啦，咁感覺都係順暢嘅，咁即係希望嚟緊都係繼續順暢啦。不過咧就有一點要留意嘅，就係去到連接路前邊咧，其實就有條雙白線，咁所以如果要用呢條連接路嘅街坊朋友或者駕駛者咧，就要預先選定車線啦，就留意下呢條雙白線。除此之外咧，我哋喺呢個18鄉迴旋處咧會繼續關注同埋倡議一啲更加嘅優化措施，例如咧喺博愛迴旋處嘅燈號咧能否適用咧喺呢個嘅18鄉迴旋處啦，並且喺繁忙時間咧回程嘅時候咧有一個支線咧入翻元朗市。我亦都會關注咧其他喺元朗市人口不斷增加嘅情況之下嘅唔同嘅迴旋處嘅優化嘅，咁大家繼續留。冇錯，咁我哋就要繼續跟進。咁今日就到呢度咯喎。好，好，咁拜拜啦大家。